问如何是无甲本心本性？即嘛应该呢，要来刷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大通内外逆见虚空晓，对外见闭外逆见虚空有何相貌？对外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即嘛应该呢，就是爱对这道理啊，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这就是说明六祖慧能大师来对地上法师来说法。地上法师呢，伊是信州贵客的人，真少会出家啦。伊的心嘛，就是志愿要来见性。伊先去亲近大通和尚，亲近了，在大通和尚迄个所在，未当好来得到了悟，因此呢，才来亲近六祖慧能大师。在亲近慧能大师这个时阵呢，伊就将伊过去啊亲近大通和尚的一段因缘，甲伊说明出来。伫这个所在呢，就是啊，一直在说明亲近大通和尚的一段缘啊，就是讲伊呢有一天啊，就去杭州北峰山来参礼大通和尚，希望大通和尚来甲开始见性生活的道理。迄当时阵，慧能大师呢就问伊啦，讲呀，伊当其时啊，是安怎样甲你讲啦？你是毋是会当讲出来互我听啦？啊，因为这位地上法师对六祖慧能大师讲啦，讲伊伫迄个大通和尚遐啊，虽然是得到大通和尚的开示啊，确实也袂当好消除心中的疑问。因此呢，伊就问伊讲，大通和尚到底是安怎样甲你开示啊？这位地上法师甲伊讲啦，讲我去迄个所在3个月，拢无甲我开示，所以我呢就自己啊走入去方丈室来去请问伊，讲什么啊是我无甲的本心本性。这是咱前面啊所讲过一段。下面大通内外逆见虚空晓。迄当时阵，这个地上法师来请问大通和尚，讲什么啊是我的本心本性？在迄个时阵，大通法师呢就甲伊问啦，讲逆见虚空晓，讲你啊是毋是有看到虚空？这个虚空就是天啊。这个天空呢，为什么叫做讲虚空呢？在这个天顶啊，是空空，无半项物件伫咧，所以呢，就名叫做讲虚空。那这个虚空啊，咱头壳打起来，无论什么人嘛看会到咯。所以迄当时阵，这个地上法师呢，就甲伊回答。对外见，讲我有看到，有看到这个虚空。迄当时阵，闭外逆见虚空有何有相貌好？闭就是在指大通和尚啦。既然地上法师讲有，我有看到虚空，
迄当阵，即个地上法师就问伊啦，讲你看到迄个虚空，迄个虚空啊，有相貌啊无？即个相貌呢，就是形体啦。比如咱人有人的相貌，人是生做水，生做歹，生做悬，生做矮，生做大颗，或者是讲生做瘦。人呢有咱人的相貌。世间无论倒一项物件，只要是有物件呢，一定有伊的形象。那一定呢有伊各不同的迄个差别的相貌。但是呢，虚空到底是毋是有啥物款的相貌啊？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迄当时阵，地上法师就甲伊回答就安尼讲啦，讲即个虚空是无有一个形体。既然是无有一个形体，哪里有啥物款的相貌呢？即个形体甲相貌，咱会使咧甲伊分开来说明。比如讲，咱人有一个人的形体，也有一个人的形体，咱人的即个面貌，会使甲伊讲，这就是咱人的相貌。或者是在一个形体外表所看会到呢，拢会使甲伊叫做讲做是相貌。那即个虚空既然是无一个形体，有啥物款的相貌呢？当然啦，就无啥物款的相貌。这是地通法师呢，真正老老实实安尼来甲伊应答。必曰：逆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谛。迄个时阵，地通法师呢就对这个大通和尚，这个大通和尚呢就搁再对地上法师界开始就来讲啦，讲你的本性就参像虚空，所以叫做讲做参像虚空的意思。应该是咧指讲本性，这是一种的理。既然是一种的真理毋是一种的事相，当然呢，也无一个相貌可见。伫这所在，大通和尚都甲伊讲啦，讲你的本性敢若参像虚空共款，也敢若参像虚空呢，是了无一物可见。这个了无一物可见就是讲这个虚空呢，这是无有一个物件好互你看。这个了呢，可以讲就是了了然。那这个了了然无一物可见，也就是讲这个虚空呢，根本是无一个物件会当互你看。安尼叫做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讲这安尼呢，就名叫做讲做正见了无一物可见的这名叫做讲做正见。也无一物可知呢，是名真谛。讲无有一个物件可以会当互你了知，这呢就名叫做讲做真谛。因为若是讲有一个物件伫迄个所在，咱来去甲伊看，咱心肝就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迄是啥物物件？变成啦，就是有一个物件互你看，有一个物件互你知。但是这个虚空根本就是空空无一个物件。连迄个物件都无，你是要甲知影啥物呢？咱的本性呢，也是甲一共款。
这就是这位大通和尚对地上法师的开示。讲无有青红中短，但见本源清净，各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一名如来之见。讲你的本性呢，是无有青，或者是讲黄，也无长，也无短。青或者是黄呢，这是属于颜色，就是讲咱看会到迄个色地啊。咱世间呢，无论倒一项物件，拢有伊色地。像是咱平常是咧讲做无色啊，无色是指啥？无色用当作是指这个白色。所以这个白无有啥物款的色彩呢？这应该嘛是属于一种的色啦，或者是青色的，或者是红色，或者是黄色，或者是赤色，或者是紫色。咱世间呢，无论是倒一项物件呢，一定有伊色。即摆遮所讲是讲无有青红，那就是讲这个本性，这个毋是咱世间的物质。既然是一种真理啊，当然呢就无青啦，或者是讲黄啊这款的色。中短就是讲世间的物件，或者是长啦，或者是短啦，或者是圆的啦，或者是四角的啦，等等啦，应该就是中短方圆啦。但是呢，因为本性甲虚空共款，空空无一项物件伫咧。既然是空空无一项物件，哪里有青红中短呢？当然啦，就是无青红中短。讲但见本源清净，各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一名如来之见。但见就是讲只要你会当好来看到，讲只要呢，你也会当来看到本源清净。这个本源清净的意思啊，就是讲本来呢就是清净。这个源伫遮所讲的源呢，就是这个源头。为什么叫做讲做源头呢？就是咱的本性，这是一切世间出世间自发的根源。咱世间的这万事万物，是由咱的心随缘所显现。所以，咱的本性，咱的本心呢，就是一切自发的根源。也出世的真理，佛果菩提，也是由咱的真心本性，随着迄个清净缘所现。所以呢，咱的本性也是在圣贤伊的本源。所以伫遮所讲的但见本源清净，就是讲你只要呢会当好来见到你的本性清净，就是讲清净的本源之体会当互你见到各体圆明。就是讲你呢，若是会当好来见到讲你的各体呢是圆明。这个觉体，这个觉就是本觉，体就是理体啦。你若是当好来见到这个本觉的理体是一种的圆满，一种的光明，也哪呢？就名叫做讲做见性成佛。你已经就是见到你的本性啦，你就是成佛啦。
一名如来知见。讲你会当好安尼来去看，会当来去了解，你这呢就毋是属于众生的知见，你这呢就是属于如来的知见。如来知见就是讲属于佛的知见啦。这呢是这位大通法师对地上法师所讲。大通法师所讲的就是讲，虚空是无相貌，咱众生的本性呢，甲虚空同款，是无一项物件互你看到。你若是会当好来了解啊，步一步科见，那这就是正见。这个本性毋是世间的物质，所以呢，步一步科知。你若是会当到迄个步一步科知这个所在，就名叫做讲做真知。也这个本性毋是青的、黄的、红的、乌的、白赤色的，拢毋是。也毋是长的，也毋是短的，也毋是四角的，也毋是圆的。也就是讲，超然于世间物质的形式，或者是讲颜色。只要你会当好来见到清净的本源自性，会当好了解本性是觉体圆明，那呢啊，你就是见性成佛啦，也就是属于如来知见。当然，这位大通和尚会当好讲到安尼来，已经也是相当有深度。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呢，更加进一步。对这个道理啊，咱看下面六祖慧能大师的开始就会了解。这位地上法师对慧能大师安尼讲啦，讲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学人就是咧指本身啦。讲我呢，虽然听到这款的道理，犹未决了，确实呢，也未当好来决断，也未当好来明了。为什么未当决断、未当明了呢？也就是讲，这位大通和尚所甲伊讲的呢，虽然是讲了无一无可见，名叫做讲做正见。无一不可知，名叫做讲真知。安尼呢，恐惊的啊，搁再有存一个见知。也就是讲，也搁再啊，存一个不可见，或者是讲不可知的一款的想法。伊会未了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呢，就乞和尚开示。这个乞就是讲乞求啦，请求的意思。请求六祖慧能大师要来甲伊开示。此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你未了。此曰就是在指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咯。六祖慧能大师就对地上法师安尼讲彼师所说。伫遮所讲，这个彼师就是在指大通和尚啦。讲这个大通和尚所讲的啦，犹存见知，犹存见知就是讲，也搁再存有这个见甲知。咱讲做见甲知呢，就是讲伊呢也搁有一个正见，也搁有一个真知。在迄个无一物迄个所在啊，佫存有迄个见甲知伫遐。就是讲在即个内心啊，佫抱着一个迄个真知正见。我呢就是真知，我就是正见。要即个念。那要佫再有真知，要佫再有正见即个念，
这个真谛或者是讲这个正见的这个念的本身啊，就是一种毛病。故灵力未了，讲所以啊，这事理呢，无法度好来得到了解啊，无法度呢来决了。五经是你一记，讲我现主时呢，就来甲你开示一句偈。那这个开示一句偈啊，可以讲是非常的重要哦，因为这个大同和尚，事实上伊到这个所在来啊，也已经是有相当的程度哦，并不是讲无相当的程度啦。那是互咱看这个大同和尚的文，无摕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来甲比较啊，咱来认为讲大同和尚所开示的并无毋对啊。因为咱的本性像虚空，了无一物可见，也无一物可知，这是无毋对啦。而且呢，咱的本性也无青红中短，这拢是无对。但呢，这个大同和尚，伊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了无一物可见。下面呢，佫加一个讲示明正见，加有这个正见的这个见解伫遐，也无一物可知示明真谛。内心呢，也佫在啊，存有这个真谛伫迄个所在。尤其是在下面呢，佫在讲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啊。那名叫做讲做如来知见，安尼讲了呢，可能啦，互咱会接着讲有一个如来知见。问题呢，就是啊，在这个所在。所以虽然大同和尚所讲的，已经呢是到达真正深的地步，但是还佫差一点仔囝，佫差迄个。内心啊，有存一个见地，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一语道不好啊，就是讲大同法师哦，因为所讲的内心佫存有一个正见真谛，所以啊，事理袂当好明了。讲五经是呢一记啊，讲我现主时呢，就啊来甲你开示一句偈。下面讲不见一法尽无见，大事惹魂夫魂惹入面，不知一法修空知，犹如太空升闪电。此之知见辟然显，错任何证皆方便。念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相显现。这就是这位慧能大师所开示的。在所开示这个所在呢，就是爱将心中的任何的分别见解呢，拢该扫除甲清气。虽然是讲这个虚空本来是空无一物。但这个虚空中呢，若是还佫再存有一滴的这个分伫啊，存有一丝仔的这个分伫遐，安尼嘛是一种的虚空中的染污啦。甲这同款的意思咱这个心是本来无一物，在这个本来无一物中呢，你若佫有存一点仔囝迄个知见伫遐，那就参像迄个乌云啦。将这个虚空呢，该染污着共款这呢也算讲啊，属于咱这个心中的染污这呢就是这位慧能大师下面所甲咱开示的记的意思这个记的意思，当然就是超过这位大同法师的境界
注意虔诚听众，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就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注意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已经